双手赞美，失恋中仍向主歌唱，永不灰心，永不沮丧，你爱使我刚强。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各位兄弟，大家早早，大家平安。咱们来进入第7讲耶利米书的讲塔。今日早起，咱们来请明哲长老，带咱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1天的开始，阮会当做伙来行无主你的话语，用主你的话语做阮1天的快乐甲帮助。主伫即时恳求主的圣神，甲阮每一个人同在，互阮今仔日所读的会当满满得到主你对天顶来的教示。嘛，恳求主你，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主你的祝福，拢得到利益。愿将今早起的圣经的讲读，拢交伫主你的手。我安尼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耶利米书拢总有52章哦，咱已经读到今日要进入第6章。先伫耶利米，伊是伫那不过犹大要灭亡的时阵，特别是最后这几个王对约西亚，然后伊的3个囝约哈书、约雅斤、甲西底家，阁有一个孙约雅斤，来这个时期国家愈来愈败坏中间，伊来传达上帝的信息。伊伫做先知阵只有18岁左右。总是上帝爱伊勇敢好胆，将上帝也授权伊来过活伊的嘴，互伊当讲出上帝的话。耶利米这个名意思就是属耶和华耶权啊高深，上帝也互耶利米来伫这个中间来代表上帝。总是讲的话，毋是人拢真爱听的话，所以伊一方面替上帝讲话，但是一方面伊也替百姓感觉心真痛苦。伫遮来艰苦心，所以伊叫做流目屎的先知伊是即个祭司的后代，伫即个便雅悯的阿那突的所在，总是最后伊嘛今日咱嘛看到伊对便雅悯所要传的信息，但是伊连伊的兄哥老爸拢无来支持伊，甚至伊无娶某无生囝，只无几个朋友所以上帝也互伊伫这中间，总是伊有上帝甲伊做伴，伊袂孤单。所以咱今日要伫第1章到第6章，就是对约西亚做王第13年，就是约西亚王差不多是30，伊是8岁时做王所以21岁左右到约西亚最后离开中间，是1章到6章，约西亚最后是做王的第31年，就是伊39岁左右去到埃及来征战，伫即个半途的中间，就来战死。所以咱看到约西亚时期的这个耶利米伊所要传达的信息，到今日第6章是最后一部分啦。然后第7章开始，就是跳到伫约雅斤做王的时期，因为中间即个约哈书只有做王3个月，约雅斤也只有3个月，所以非常的短，即迄中间无特别耶利米的信息保留落来。咱看第5章的后壁段是上帝继续来警告即个特别是南国甲灭掉村的这北国这百姓，就爱来听上帝话，无上帝伊将因讲上帝讲，这人民将上帝话当作是耳边风，上无听上帝
上帝也用这要来甲因报应哦。总是上帝搁一届讲嘛，要甲因毁灭尽尽，完全除去。今日进入到第6章，是互因看到伫即个耶路撒冷受到包围的时阵的这情形啊。所以耶路撒冷即个所在，互上帝点名，然后上帝嘛警告百姓无爱听。昨嘛有看到上帝讲真恐怖的代志，对先知、对祭司、对百姓安尼歹带头，影响到伫全国啊。然后今日嘛看到遮祭司、遮的上人民中间的领导者安怎来欺骗欺骗百姓，讲好听的话，其实毋是实在。总是百姓嘛无爱听上帝的话，嘛无上帝嘛无要降纳因的奉献，上帝原来要降灾祸。还有遮个话对北方来遮个侵略者，遮个敌军啊，因最后是没有手下留情啊，所以上帝要通过因来毁坏，但是无要消灭。先知是这个最后一段是讲到先知是上帝伊最后的一个测试者试金石，是一个官带啊，是咧讲到亚利米。所以刚才这章内底咱看到过来的所在，是上帝讲耶利米，耶利米讲他自己，然后耶利米他的心声啊，所以这是1到6章的第一个段落的结束。好，咱这个时阵就来看来读今日的这个经节啊。但先来请敏哲长老带咱来读对第6章的第1节读到第8节。第6章第1节，便雅悯人着夺命，赶紧走离开耶路撒冷。就伫提哥亚分扫角，伫伯哈基林起火焚做信号。灾难甲严重的毁坏对北方逼我来啦。色安虽然亲像水阁幼秀的女子，毋过我要甲你毁灭，亲像牧者带羊群，列国的君王要带军队来，伫即个城的周围扎营攻击伊。因要下令。准备出战来，趁中昼咱来去甲因攻击。有人话讲真歹，日头得要落山，得要暗啦。起来，咱着透明甲攻击，毁坏因的堡垒。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着插树仔，做土堆，攻击耶路撒冷。即个城充满欺压。破下应该受刑罚，钱安怎呛水出来？这个城嘛同款，罪恶灌满，规个城拢会当听到暴力甲毁坏的声。我嘛不时看到城内有病痛甲伤痕。耶路撒冷，你着受管教，才免我甲你疏远，互你变做荒废。无人住的所在。好，多谢。伫一开始第6章的第1节讲到这个便雅悯人啊，便雅悯甲犹大是主要南国这两个支派的要紧。这嘛是当初是这个雅各的某这个雷杰伊所生的两个亲生的2个儿子，算是亲的兄弟。总是咱拄则有讲到亚利米。伊是即个便雅悯的人，伊嘛伫遮来呼吁，讲上帝对遮个亚利米伊的宗族讲，着夺命紧走离开耶路撒冷，去到对呢提哥亚甲伯哈基林，伫遮来做信号，分扫甲做信号，伊就是爱通知遮个周围人，即个灾难毁坏对北方，逼我来啦。就是愈来愈近啊！这两个所在，提哥亚加这个伯哈基林，其实拢是伫这个南国甲北国交界，是伫这个便雅悯加这个犹大地区啊。安尼对这个地图来看呢，因是爱向南来走因为对北边有这个毁灭来啊。这个提哥亚，它的意思就是讲，这个栅栏的意思，就是爱兴起一个有栅栏的所在，底下来分扫甲，
波哈基林这个城市名意思就是葡萄园之家，就要去到迄个尽泽葡萄园之家，来升起信号，就是点燃烽火，就是来通知讲战争来啊，紧通知遮大的遮的百姓，就要紧走离开啊。其实6章1节就是咧回应咱5章的最后一集，31集咱先对30集来看，恐怖惊吓的事竟然伫这个国家发生。先知讲假的信息这是立权，我的子民嘛，意爱安宁。审判到的时，看恁要安怎，要怎么办呢？所以审判要到的时，所以马上下一节就是紧走，要安怎不要在那边待在原地发呆，就紧去做准备，紧去通知啦。所以上帝要毁灭，但是上帝一方面心嘛在烦恼，这百姓唔知要安怎办，所以通知因，所以伫锡安耶路撒冷，上帝要甲伊毁坏，总是这列国的君王带军队来，亲像牧者带羊群，是带领安尼一阵来，甚至因要出来征战时，正甲讲阮来遮时间无够，真歹，伫遮嘛是现代中文本翻成糟了，就是打仗时间不够，天要暗啊，要安怎呢？无要紧，我们在夜间攻城就透明甲伊攻击，所以表示讲这个敌军来呢，过去的战争是无咧暗时相战的，都嘛是爱看会到。但是上帝讲，因无来，不是要来甲恁，安尼还让你们有机会，就是像即马现代战争，就是半夜啦，拂晓初级啊，拢就是要暗时嘛，要来攻打。万军的统帅安尼讲，着臭树做土堆攻击耶路撒冷，所以上帝拢已经互遮的敌军拢甲因讲，着安怎样来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这就是咧指这巴比伦大军是安怎沁出水来，这个城嘛同款充满罪恶，所以上帝没有要手下留情，因为对这先知这些百姓君王官长，因的罪恶充满，所以上帝要用毁灭，用这暴力毁坏来看来驾驶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就受管教，若无受管教呢，上帝这边甲上帝愈来愈疏远，变做是荒废无人住的所在所以第8章就是1到7节，今日6章1到7节，一个总结。1到7节，就是咧讲到上帝通过遮的敌军，甚至伫亚利米伊的这个家乡故乡，这个战争就开始要发起，主要就是人伫遮充满罪恶。继续咱来看对第9节到15节，看到遮以色列遮的子民因安怎来背逆。第9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以色列所剩的人拢会互人掠去，亲像葡萄互人挽了了。你着亲像挽葡萄的人，手搁伸入去葡萄藤，甲挽互清去。我应讲，我若甲人传达你的话，甲人警告，减有人要听，因甲耳仔踢起来，无要听。因将上主的话当作耍笑，一丝拢无爱听。毋过我满腹拢是上主的受气，挡袂牢。上主对我讲：你着将我的受气摒伫街路的囡仔甲结规群的少年人身上，遐个翁某、老人、长岁数的，拢会互人掠去。我要互因的厝、田园甲因的某，拢变做别人的。我要伸手攻击这块土地的子民。上主安尼宣告：因对上卑微的到上有关系的，拢孝上不义的财，连先知甲祭司，就拢行为诡诈。我的子民受到伤害，因拢无要无紧。因讲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其实拢无平安。
因做可恶的事，减灾见效，因实在有够袂见效，因为亲像别国的人，互对敌刣死，我甲因刑罚，因为完全毁灭。上主安尼宣告。好，多谢。好，对这个第9节开始，是对背约的以色列，就是北平北国要村的这些百姓，所以才讲以色列所村的人嘛未好到倒位去，就算你这个国家已经无有王，无有这个官员，但是因犹原无来亲近临捌上帝，所以伊会亲像葡萄去互人挽了了。这个挽葡萄的人是甲手伸入去这个葡萄藤挽回清气，一个都不留。总是呢，第10节这个所在到11节，我应讲所以这是耶利米书内底很少耶利米要讲到家己的心声。头前咱有看见伊第1章伊安怎样来讲出伊家己的这个我做少年我伊袂当然后。伫第4章的所在，嘛讲伊的这个巴顿是心探听然后即马咱伫第6章这所在嘛，看到亚利米安怎来应，伊甲上帝应讲：我若甲人传达你的话，甲人警告，敢有人要听？所以耶利米伊毋是无去传其实对这个第1章到即马第6章已经有可能去传。总是伊传的结局是安怎呢？因将耳因甲耳读起来，无要听；因将上主话当作生笑，一煞无爱听。所以伊去传也无效。上帝讲遮济，敢有需要搁讲吗？毕竟已经遮要紧的代志遮尔恐怖的代志遮尔危险的代志我嘛去讲但是无人要听呢。所以毋久继续亚利米。我满腹拢是上主的受气，挡袂牢。所以上帝生气，即马是伫谁的身上呢？伫亚利米的身上。亚利米愈传讲的时阵，伊愈感受到甲上帝共款的即个情绪感受到上帝，体会到上帝即个感觉。所以愈讲伊家己嘛愈生气，讲到有时阵检菜讲袂落去。上主安怎呢？上主对亚利米讲。你着将我的生气摒伫归路的囡仔，甲结归群的少年人的身上，翁某老人长岁数的，拢互人掠去。意思讲，这个生气呢，原来爱继续去讲，你会当生气去对因讲，但是讲呢，就是对因有好，就是管教因。这个人呢，上帝也要互因的厝田园，因的某拢变做别人的，因为。上帝要互因来受到人的攻打，这上帝所安尼宣告、因对上卑微到上有权势，拢孝想不义之财得到今仔日的时代，社会台湾，世界大个国家，犹原拢有安尼，就是为着钱财，为着这个好处，就是离开这个上帝公义来辜负选民、辜负人民的期待，连这些先知佫讲一解，嘛是拢惊诡诈，拢爱钱啦，拢是爱这个表面啦。总是外主民受到伤害，因拢无要紧，因讲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和本说他们轻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就是凊彩，意思讲。这个人已经受伤足严重的，脚要断去手要断去但是伊敢摕一个纱布，甲伊盖下，包起来讲好无代志你会当断去拢无去甲处理，只有用一块布甲盖下，然后就讲平安无事，平安无事，这是一种鸵鸟的心态，因做可恶的事所以不管是归路的囡仔，这个少年人，翁某。老人长岁数拢共款因拢互这个先知祭司欺骗，就讲因这个时阵约西亚做阮的国王，阮的国家甲上帝关系真好，这是几啊百年前250年前先知就预告要降生的王所以即马是阮上届复兴的时阵但是实际上已经是
规身躯拢空脆，上帝已经讲已经病甲足严重诶，但是呢，因竟然拢无听到，无听入去，所以亚利米诶心，伫遮嘛看到真艰苦。然后继续咱过来读16到21节，上遮诶人民安怎来拒绝上帝？第16节，上主对伊诶子民讲：恁着伫路呢注意观察，甲人问古早诶路，看迄条上好诶路伫倒位，就去行。安尼，恁诶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毋过因讲，阮无要行迄条路。上主阁甲因指派守望诶卫兵，叫因着听哨角诶声。毋过因讲，阮无要听。所以上主讲：列国啊，听咧！见证人啊，着观察，看因会拄着什么代志。大地啊，听咧！我要互遮诶人民受灾难，这是因干干鬼鬼诶后果。因无听趁我诶话，拒绝我诶律法。因献示巴诶乳香互我，带真远所在出产诶菖蒲来互我，我则无得稀罕。恁诶烧化祭，我无要接纳；恁诶圣礼，我无欢喜。所以，我要甲磐骹石下伫遮诶人民诶头前，互爸甲囝做伙跋倒，互厝边甲朋友拢灭亡。好，伫即段我咱继续讲到，遮伫北国以色列，甚至包括南国，遮蠢诶人，也是遮遐坏诶人呢，上帝甲因已经讲要甲因毁灭啊，已经要甲因教死啊，已经袂有无机会啊。但是上帝原来伫遮佫教因安怎悔改，恁着伫路呢注意观察，佫甲人问古早诶路，看迄条上好诶路伫倒位就去行。所以上帝讲，恁就是根据智慧法则、经验法则，听老人言，过去遮个北国因安怎灭亡的，遮个先知安怎讲的，摩西安怎样带百姓出埃及的，恁若去找去行，安尼恁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袂遮尔惊吓，袂伫即个毁灭的中间，但是因呢拒绝上帝好意，无爱毋免阮无要行迄条路。上帝讲，安尼恁要行，恁着注意听。即摆危险要来啊，恁着耳孔，即个守望台啦、声吹号角啦、声信号遐个守望台，你着要紧去注意听。伊嘛讲，阮嘛无要听。所以软的不吃，硬的也不吃，所以起来就背个的。所以上主讲，列国啊，听咧，见证人啊，着观察。家己的上帝子民无要听，无要看，安尼上帝只好叫别个国家来为遮个人民做见证。所以为什么亚利米书最后上帝也通过遮个列国嘛是做见证人，但是遮个列国伊嘛无行好，所以遮个列国嘛要受刑罚。甚至遮个列国袂当行出公义的时阵，大地啊听咧，我要互人民受灾难，这是因干干鬼鬼的效果啊！毋听上帝话，拒绝上帝律法，因安尼甲上帝，互上帝无面子，根本就是无看上帝的面啊！然后因就算讲因去示巴献这乳香啊，示巴就是伫阿拉伯半岛这个示巴女王大的所在，遮个非常远的所在啦，因走去遮尔啊远，送遮个礼物来献殿要互上帝，也是遮个香料，上帝讲遮无稀罕，伊嘛无欢喜啊，因为因人毋对，因献啥物上拢毋对，所以我要甲绊脚石，即个磐骹石下伫遮人民的头前啊。互爸甲囝正做伙跋倒，互厝边甲朋友拢灭亡。这个绊脚石是啥物呢？其实咱就爱去想啊，这个绊脚石其实咧指的就是指亚利米啊，耶利米就是变成这个国家的绊脚石。耶和华所高举，
亚冠，这个九头，耶稣讲，迄个匠人所丢弃的绊脚石，成为房子最重要的这个触角石啊，或是基石啊。但是这个绊脚石呢，亚里面就是大家安尼哦，那一个在唱反调，拢讲负面呢，其实个绊脚石就是上帝亚里面的好调啊，所以连老爸甲朋友拢要这个绊脚石踢到这个绊脚石加罪因的大概其实也是阻挡他们继续犯罪啊，所以这是先知耶利米伊伫上帝肯伫这个国家真要紧的工作，但是这个绊脚石耶稣来嘛是安尼，耶稣嘛是当家的法利赛人，嘛是当家的文士，耶稣伫这个新约时代也成为很多人的绊脚石，在撒都该人啊、经学士啊、祭司啊、祭司长，但是这个绊脚石最后因拢会转来感谢伊，若毋是因检查因可伫这条路的中间继续行落去，继续犯罪哦。所以这是耶利米成为旧约当中南国最后当中上帝一个拯救的石头。这石头其实要来救因的哦。咱搁看最后一段，这个上帝要结束耶利米在18岁到36岁。这段时间的信息，最后的结论，其实在耶利米书的50章又出现过所以咱来读最后这段22到30节。第22节，上主安尼讲：有一个民族要对北方来，有一个强的国家对真远的所在准备要出征。因夜景夜唱，残忍无情，因的声亲像海涌哗哗吼。錫安的子民啊，因骑战马，团结同心，排阵要攻击你。耶路撒冷的子民讲：阮听到因的消息，手拢软落去，阮非常痛苦，亲像产妇在催阵，毋通出去野外，嘛毋通走去街路，因为世界有武装的对敌。拢真恐怖。上主对伊的子民讲：着穿满衫三花夫，着亲像死孤囝大声哀哭，因为残害性命的会忽然来攻击你。上主对耶利米讲：我要互你伫我的子民中间，亲像鉴定师，亲像考察官，评判考验因的所做。因亲像虫甲铁。遐尼固执背叛我，造谣惹代志，规个腐败了了。人大力又风贵，路的火焰搁较炎，甲烟烧羊炼了搁炼，毋过拢无采工，因为因的邪恶拄袂尽，亲像烟的杂质扬袂掉。因为互人叫做无价值的云，因为上主已经甲因等遐甲。最后这段是上帝搁一摆来讲起这个北方来的这个毁灭者。其实这个对北方来的毁灭者，伫今日咱读的第6章第1节就讲起，伫第4章第6节嘛讲起，伫第1章嘛有讲起，上帝拢讲着要注意这个毁灭者要来。因来的时阵，是残忍无情，因安尼战车战马做伙来。40是这人民，到迄个时阵，因就非常的艰苦，手拢软落去。但是拄则上帝才甲因讲，就要去伫路边查看，迄个上好的路，就要去听迄个扫角的声。因拢迄个时阵，拢袂赴。因一个出去呢，因伫迄个北方的侵略者来时呢。四国拢有武装的对敌，拢真恐怖，所以已经是大难临头了。所以因之后看到是这个伫战争中间穿满衫三花夫亲像孤囝来死去安尼哀哭，就是因真正一切拢来不及直接后悔。其实这嘛是看到这个耶稣咧讲的譬如，伫这个天国的末期，世间的落尾。上帝一届一届互人机会，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人无要听，人要甲伊拒绝。等耶稣来做审判的时阵，
就是这个情景啊，迄个时阵要悔改已经未赴啊。27节这是上帝对亚利米个人的话，我要互你亚利米伫我的子民中间，亲像鉴定师，亲像考察官。鉴定师的意思就是测试者 ，test， 要伫遮来测试。伫原本是意思指高台官台，耶利米受高举。上帝用伊的名，讲伊要互伊伫这个做一个评审，鉴定，搁亲像考察官，考察官伊的原本是一个试金石就是磨迄个金啊，迄石头足定的，上帝嘛甲亚利米讲，要互伊亲像铜墙铁壁城墙这样坚固这要最下面呢评考验在百姓所做所以其实耶利米现在在传的就是上帝所要做的所以拄则讲亚利米亲像互上帝啃了一粒这个绊脚石，现在变成试金石，变成高台这个测试者其实就是耶利米，不要忘记他在这个时代当中被追，这才是伊拄开始的时阵，伊的第一期伫约西亚王后边还有西耶王后面还有很多上帝的信息所以耶利米爱知影伊家己的身份伫对，因呢亲像当体就是讲这些还不是纯金纯银他们是杂质在有信用的人呢，因的信用在上帝眼中来看，无都变成金银，只能够成为铜铁，所以还充满很多的杂质。因过一背叛，造谣压代志，所以上帝要甲伊用这个风柜，就是在炼金，用这个高温，这个风柜、风炉，炉火，安尼甲伊烧，用这个物件、歹物件拢烧了，最后能够留下来才是那个纯金最后就是讲。因这的人变做互人称作无价值的银就是这是一些被抛弃的银子因为它不是纯银它是杂质，所以呢都在火的当中来灭亡。最后把互人看到启示录上帝讲第二摆的审判最后的审判第二摆的死就是永远的火湖的中间上帝甲因等合格。所以今天这一章6章是上帝透过耶利米年轻的耶利米最后一段的信息。明天第7章就是20年之后的事情第10年以后的这个信息。在这个耶利米年轻的时候，上帝已经对第1章开始讲到亚利米伊要来行对上帝的代言人。第6章讲到耶利米要成为上帝的绊脚石，但是在人民的绊脚石，上帝的试金石。是上帝所要使用的器具所以当咱若明白咱伫每一个时代要安怎来为上帝做工咱就袂因为讲这个话该讲无应该讲，有人要听无人要听到底有录音啊无录音因为耶利米嘛讲因无要听，我讲有需要讲吗但是他就会知道必须要讲，因为不有传就有改没有传就没有人悔改。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明哲长老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看起少年的亚利米，互上帝呼召，上帝也互伊成做迄个时代真要紧的传讲上帝话语的人。主啊，阮看起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代志，其实甲亚利米书内底所写的嘛是同款这个官长新进的人员，也是伫教会，也是伫信仰的团体中间无尽心来。军队上帝为着个人的私欲，为着钱财，为着权势，为着要抢这个大位，人的心拢变质虽望表面上奉献真侪好物件甚至做真侪好看的代志，但是实际上上帝你一丝拢无欢喜。愿上帝搁一摆提醒阮，教示阮安怎样来成做耶稣基督的基石。这个石头。对歹人来讲是一个塔盖，但是对义人来讲是一个拯救。愿耶稣基督成做阮的帮站，也祝福阮伫今仔日一切所要行所要做。今日也是9月28，是这个教师节为着特别为着这个教师来祝福，互因所传讲的是出自上帝，会当互人得到利益，会当过悔改果子。安尼祈祷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Amen。
大家平安，谢谢。平安，多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好，谢谢谢牧师，给我盼望，看见光。